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7月3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伫国内比赛定定得奖的乐信高中橄榄球队，最近6天来定定输予建国中学，只得到亚军。多年来伫球队的不断练习之下，总算伫今年全国7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打败对手，拿下冠军。对此，市长赖清德上午也代表市民向球队表达恭喜，并且勉励表扬。乐信高中橄榄球队伫国内比赛当中定定摕到好成绩，但最近6天来定定输予建国中学，只得到亚军。伫球队不断的努力之下，总算伫今年全国7人制橄榄球锦标赛以22比10的分数打败建国中学，拿下冠军，并且伫上午由市长赖清德亲自表扬，佮颁发台南职工的奖牌，向市民分享这份荣耀。一举突破亚军的障碍了得到全国的冠军，好雄高了一点，这个不简单我非常感谢徐董事长、黄校长还有各位教练，大家的辛勤的这个指导全力的支持。那当然要感谢我们球员，大家吃苦耐劳大家在球场上展现最强的这个实力赢得冠军也让我们台南市呢感到非常大的光荣。乐信高中橄榄球队除了得到第71届全国橄榄球锦标赛亚军、U18亚青杯国家代表队选拔亚军以外，其中更有4位球员分别入选今年 U18 甲 U19亚青杯橄榄球锦标赛国手，为国家争取光荣。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随着暑假来到，市府启动为期2个月的青春专案，伫6月30号暗时11点到7月1号半暝3点进行联合考察甲扩大联检。市长赖清德佮亲自加入联合考察小组，前往舞厅联检。为了预防青少年迄热伫半暝热烧，或者是出入无适当的场所，市府启动为期2个月青春专案。其中伫30号亲情教育是强调，扩大联检是展现青春专案保护青少年的重要决心。那其实青春专案在6月1号就开始今天是我们联合稽查跟扩大联检。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决心让台南市每一个家长知道，即便在暑假我们都非常用心在保护我们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朋友。这摆警方出动120名警力，分别前往舞厅、吊鞋场甲网咖进行联检。市长嘛亲自带队前往舞厅，甚至逮捕1位跋筊的通缉犯，展现成果。那刚刚在临检的时候就找到了查到了一个赌博的通缉犯那当然这个一定要依法办理我们对我们市警局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在执行这种勤务，我们表示肯定。那当然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我们台南市的家长，在暑假期间也都能够介绍我们自己的小朋友来参加市政府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我们总共有8大类，2289场的活动，文武都有啦你要打篮球、打棒球、打羽毛球、打桌球这个动的，那你也可以去参加游泳的活动、文艺的比赛、艺术的活动甚至乡土的各种巡查，通通都有总共有2289项我们希望我们小朋友在暑假期间能够来参加。我们也鼓励父母亲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市政府参加活动让他们了解我们市政府所办的各种活动的用心。
暑假期间，市府各局处嘛举办2200多场的青少年健康休闲活动，希望让青少年避免出入无适当的场所，会当度过快乐难忘的暑假。等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因为社会不断传出虐待动物的事件，甚至台南7月1号搁侦破高中生为5月开始，将5只猫甲狗杀死的暴力行为。所以，原林院长林美燕下晡出面开记者会，追究教育等主管机关的责任。同时，伫会中，动保团体甚至要求严格守法，来降低犯罪的发生。为了惊台南市高中生虐待5只猫狗致死的事件，学生有潜在暴力行为，成为无定时的炸弹。所以，议员林燕照甲林美燕邀请动保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要求教育、社会等主管单位积极介入辅导，了解家庭的背景，定每一个可能出代志的环节，也再次呼吁尊重生命。那我们从说这个国中生来讲，为什么今天要开这个记者会？我希望来呼吁家长，甚至于呼吁到我们教育局，呼吁社会大众，真的要尊重生命啊！事实上，也有统计过，你有这个虐杀动物跟暴力，潜在的暴力是画上等号的。所以这个小朋友在12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动作，在心理方面各方面，我想他也应该有潜在的，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的未来，他会如何面对他的人生啊？会中动保团体除了提倡生命教育加死亡教育，更具体建议修法来控制犯罪发生。是要罚，一个要教，就两个双管齐下才有用。那我现在提罚哈，因为现在犯罪年龄下降，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思考一下，罚则要不要也随着年龄下降？因为不能等到他真的成年18岁，他现在12岁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一直在姑息保护他，所以他知道我们台湾是犯罪的天堂，甚至说杀1、2个人都不会死。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台南市有没有必要修法？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会罚，因为不罚他不会听，不会怕。那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教育了哈。教育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真的要很小心的哈。第一个就是抒压的方式。他说他压力大，杀人是一个选项吗？杀动物是选项吗？我们抒压的方式在学校要教，不是只有一直升学。在地回应啊，竟然出现这样偏差残忍的行为，对家庭到整个社会拢值得检讨。但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爱乐管弦乐团第8次的巡回演奏会，首场7月1号伫台南文化中心成功演出，内容包括音乐会、戏剧、故事讲解等等，好多人囡仔拢看了非常认真。现在带大家来回顾。台南爱乐管弦乐团第8摆巡回演奏会，前半场以海顿交响曲的精选为主，下半场则以独唱甲独奏等演出。今年嘛拄好是新华国小创校120周年，所以特别改编西班牙文、法文的民谣，邀请新华国小合唱团的师生来演唱。而且精彩演出，让予现场的大小朋友听甲非常之美。那我想这个大概是他最大的贡献，让一个小孩子或让我们观众可以从小对音乐不再陌生害怕，而是喜欢它。那个其实是蛮难的，可是我觉得长久以来他都做了这个事情。OK。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两种力量能够跨越国界、跨越战争，就是爱跟艺术。那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懂艺术，但是我们从艾辰身上看到的艺术呢，也看到了爱。他的艺术呢，充满了许多爱。那为偏乡的孩子募了许多他们所需要的物资，为植物人募了他们所需要的尿布，募了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花票。
所以我们再用掌声来感谢干小弟。这摆演奏会马吉下公益伫入口所在也有募集发票、图书甲物资的活动，将关乎联心园课题中心、创世基金会、台南婚姻甲婚家男的品管学校，要互青少年对细汉学习付出。伫演奏会结束以后，毛观众朋友特别向各团拜托伫现场求婚，接受所有民众的祝福。婉玲，在一起的这2年多，也许今天很多事情，那今天在这个场合，就是这个场合，然后这么多人的见证之下，我想要说，你能嫁给我吗？在新闻主持以参与报道。为着替7月21号到23號，伫台南甲桂林文化中心所举辦的國際兒童青少年影展來宣傳，下晡伫百貨公司提前5點，包括有比利時藝術動畫家的珍貴手稿，還有濟國際比賽入選的底片，甲活動體驗區，歡迎民眾踴躍參觀。这摆兒童青少年影展除了精選來自比利時、德國、法國等在地國家100多部精彩底片，也展出比利時動畫家200件珍貴的手稿，同時甲中央大學美術系學生聯合展出10版畫作，號稱是上在地、上台灣，嘛是上界國際。最在地、最台灣、最國際。啊，那為什麼說最在地呢？我們看到里面的一些手稿的东西，都是我们在地艺术家、在地小朋友一起创作的一些美术的作品那所以我们有很在地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最台湾，你看我们全台湾各地北中南4级学校都是我们的后盾。那再来还有呢，我们是最国际，我们在台湾南部儿童跟青少年这样一个算是比较小众市场不是像大人这种商业型的，我们可以邀集来自12个国家，然后总共超过100多部精彩的国际级短片过来，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了同时嘛，因为展览当中有包括进前参与青人彩绘入选的学生作品，然后参加学生看到家己的作品被展览，相当有成就感。很开心，可以在那里画画，然后就很有趣嘛，还有呢？还有就是画的时候可以自由创作，觉得很有趣。对了，这个南台湾上大国际性儿童甲青少年影展会当伫台南展出，嘛，互文化局长相当欣慰，期待当培育后一代优秀的动画家甲导演。从刚刚我们这一次的合作伙伴，大家应该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的影展其实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的影展，是一个扎根的一个影展，是一个希望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从小就开始接触动画，那慢慢的累积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跟兴趣。我想，在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国家，在数位影音的发展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育。所以我是非常感佩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协会里面的这些伙伴们，他们都是教育工作者。该展览对今仔开始到7月16號，先伫百貨來辦展覽，嘛歡迎民眾踴躍來參觀，用行動支持。台新聞管及王子豪採訪報道。新口群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做
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有一部合作因的故事的影像展览，记录法律辅助基金会伫全台各地帮助外籍民众打官司的过程甲故事。嘛，希望借着展览，互咱更加重视外籍劳工甲新住民伫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困难。当年住伫咧台湾的外籍人士阿明，虽然无身份证，但伊的台语比真济台湾人较好。伫咧街头巷尾厝边的口中，也是亲切的大好人。但因为身份的问题，一度互伊差一点仔无法度伫咧台湾生存。但伫咧法律辅助基金会协助之下，伊顺利取得台湾的居留证。伊一届一届的感谢甲激动，拢显示出法律辅助基金会对人权的捍卫甲对正义的拍拼。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一线的同仁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案件不断的进来，案件不断的进来。那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案件。当你把法庭的申请案当作是案件的时候，在你对面的这个人就不是一个活生生完整的人。对，就是说我都期许我们同仁说，你应该是去听他们的故事，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一起去共同创造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同仁要拍案，要做后续的服务，律师也要做后续的帮忙。我们所作所为都会去改变他人生后半段，或者说来到法庭之后的所有的故事。这次展示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说他们的故事啊，让我们改变了他这个报道的这个我们外籍移工、移民，还有律师，还有社工，他们帮助了这些外籍移工及时的伸出援手呢，来守护或者说是抢救他们的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权益呢，让他们呢是用法律的手段呢，来改变了台湾社会粗暴的对待这些外籍移工的方式呢。那么这些种种呢，都是让我们非常赞赏、让我们肯定的。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献上祝福以外呢，也祈勉我们法务基金会呢，会继续的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讲因的故事，互咱改变，影像特点，希望会当互较侪人了解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工作，甲因拍拼的意义，也希望借此互台湾会当成为更加多元、包容的自由社会。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新台企业管理协进会、南台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甲嘉南药理大学全国校友总会4校串联，邀请到前副总统卢秀莲伫7月7号来到台南做专题演讲，要借着伊丰富的政治经验，分享伊对台湾外交议题的看法。因为看到台湾伫外交上的困境，新台企业管理协进会结合南台科技大学、昆山科技大学、甲嘉南药理大学全国校友总会，以4校联名的力量，邀请到前副总统卢秀莲来到台南，以台湾如何对着全球化潮流为主题做专题演讲，希望借着伊丰富的政治经验，将伊的看法分享给大家。我们由李秀莲李副总统以针对台湾如何跟得上全球化的潮流去做一个讲座，因为鉴于台湾现在目前的那个时事与外交困境并不好，那面对国际的竞争，所以我们特制请副前总统，那针对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目前的一个国际上如何跟得上潮流，做一个全面性的晋升，以提高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做一个讲座，也期待大家给予支持与指导。这场专题演讲7月7号暗时7点到9点，将伫成功大学医学院的陈信厅登场，活动全程免费。不过因为限量只有600名，所以凡有兴趣的民众，赶紧上新台企业管理协进会网站报名。但新闻早上林根长报道。
一名120公斤的妇人人，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经过安南病院新陈代谢科的专业医疗协助，一冬后成功减了52公斤的肥肉。不但行动更加方便，而且也慢慢无需要胰岛素、甲降血糖药的帮助，渐渐找回健康甲自信。安南病院中昼举行糖尿病友生日大会，会中佮邀请到一名为120公斤减到68公斤的阿伯来到现场亲身分享。对此，新陈代谢科主任沈振龙表示，这名病友除了成功减重以外，原本每天爱做的胰岛素，到今已经半冬唔免做，而且降血糖的药啊也慢慢无需要搁食。强调只要针对病人的生活甲饮食习惯提出建议，得当用整合治疗的方式进行改善。目前在国外的治疗趋势发现就是说糖尿病可以改善，那甚至可以治愈。好，那基本上前提是你如果说能够把体重控制下来，好，那减重幅度减得越大，对你代谢症候群改善幅度越大。好，那如果减到一般都是减至少2成到3成以上，你的血糖会有明显改善，整个代谢都会变好。好，那当然在减得更多的时候，就有机会把糖尿病医好。好，也就是如果以后能够控制在这种体重的状况之下，你就不用再吃血糖的药了。好，或者是会吃很少的药。好，那基本上包括胰岛素，使用胰岛素，好，刚开始有时候要打胰岛素，但是如果好好控制的话，病人进步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是不用再持续打胰岛素。原本体重120公斤的谢秀明女士，因为肥胖的关系，行动不便，走路会喘，所以无爱出门。但自从减重以后，变了更较有自信，人加较有精神，也比以前更较爱行出户外。不管是伫身体也是心理上，拢带来正面的影响。以前身体还没有减重之前，当然是精神上不好嘛。每天等于是说都是赖在家里啊，没有出去外面走动，然后慢慢的感觉，慢慢一直有医治，感觉好了以后，就会想说出门去逛逛，然后可以去玩，然后精神上也比较好，心理上更重要是心理上。改变很多啦。医师指出，高血糖、高血压、甲食薰是造成个人慢性病死亡的3大主要因素，而这个因素拢是甲代谢症候群有关系。其中减重阁是预防代谢症候群的关键，所以医师呼吁民众做伙减重，活出健康甲自信。但新闻3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